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又嚟到獅子嘅 channel，今日同大家咧傾下咧英國嘅時事。咁咧就最近咧英國首相咧就 Keir Starmer 咧就宣布咗未來所有嘅打工仔咧都需要個免費數碼身份證，咁先至可以合法工作嘅。咁啊呢個政策咧其實針對一個核心問題啦，咁啊非法移民嘅。咁啊政府認為咧英國咧太容易揾到工啦，咁啊所以咧吸引咗好多無證嘅人士。咁啊其實呢個係咪真嘅咧？定係咧有陰謀論咧？其實咧呢個唔係淨係一個政策，而係一個咧政治嘅對決，對手咧係 Reform UK 啦，由 Nigel Farage 帶領嘅，咁啊強烈反移民啦，支持咧遣返非法移民嘅佢哋。而最新民調咧就甚至咧顯示咧Reform UK 咧有好可能咧係成為咧政黨嘅大對手。所以咧 Starmer 咧呢次出招咧，其實係諗咧就搶翻控制移民呢個議題，吸引翻右派嘅選民。咁啊簡單嚟講咧，呢一張 Digital ID 咧，其實唔單止係科技，係一個選舉嘅武器。咁 Digital ID 咧係點樣運作嘅咧？咁其實所謂嘅 Brit Card 咧，就即係喺手機入邊一個 Apps 入邊，包括咧姓名啦、出世地址啦、國籍啦、居留身份同相片嘅。之後咧，你做任何事咧，揾工啦、開銀行戶口啦、投票啦，都可以用嚟證明身份嘅。政府話咧，好處係咧更快啦、更方便咧，減少詐騙啦。問題係咧，所有資料咧集中晒喺一個系統入邊。咁啊，點解咁大爭議咧？英國一直好抗拒咧身份證嘅制度嘅喎。其實咧，有啲人認為咧，只係差一步咧就變成政府全面控制。咁有學者更加認為咧，呢個係走向咧威權社會嘅第一步。依家已經有超過160萬嘅人咧係聯名去反對嘅，簽署反對嘅。咁啊，自由黨咧公開拒絕支持。有組織指出咧，會強迫咧弱勢人士咧更加邊緣化啦，無證移民咧更加可能可以去隱藏，社會咧分裂咧更加嚴重嘅。其實最大嘅爭議就係咧，Digital ID 咧其實係咪真係可以解決非法移民咧？反對者話咧，其實完全係冇用嘅，因為咧只係做樣嘅啫。甚至有人話咧，唔係控制移民，而係控制人民。如果你喺英國咧呢一個政策咧，同歐盟嘅生物值識別系統一齊睇咧，你可以發現歐洲咧正慢慢向咗數據化同埋監控化管理人口。問題唔係科技好唔好，係政府有幾多權力，你願意交出幾多你嘅自由。我哋香港咧不嬲都要係身份證啦。咁其實咧大家都對於呢一樣嘢咧唔陌生嘅。咁唔知大家咧有啲咩意見咧？對於英國咧係身份證嘅要求啦，咁就不妨咧俾個 follow，俾個 like，大家咧可以傾下。再見。